客家貢獻將介內啲報道嚟看到，喺屏東萬萬鄉出世嘅鍾斯坦，對1972年開始出大啲新加坡嚟，從日到兩下未至進入35年，就算佢係啲最鄉大兵，不過對客家師傅嘅推動係非常嘅失望，佢喺啲融入漢界世界，落選擇成為僑界嘅故事。出錢出力，犧牲奉獻，啲海外推動客家文化有20年嘅時間，所以得到了經驗嘅客家貢獻獎。這是從他開始來嘛？開始還沒有競選之前來嘛？競選前到競選。可能一種跳擺嘅錄像片，上戲嘅全係啲台灣世界嘅飛機，帶到新加坡已經有35年嘅客家企業家鍾斯坦，就算離開台灣多年，總是習慣新加坡當地嘅憲法。不過，就看到後生嘅相片，恭喜下輩心照嘞。那你們老家現在還有？還有，這還有，這裡沒人住了，就搬到新家去。新家這邊就，有時候放東西。好像100多年了。100多年。是用那個木哦，大門用木串的這樣。哇！從細先發是當電信嘅鍾斯坦，就行業圈強3萬嘅自信，可能係因為安樣認真嘅態度。鍾斯坦唔但將啲當地開創事業，就行業世界挑戰僑界故事，還拿住客家自己嘅身份天數配音，推展客家嘅文化20年。客家話能不能傳下去？這我是比較關心的啊！我去個係嗰時成立台灣客家同鄉聯誼會。主要目的是讓台灣的客家人在新加坡好，有時候聚一聚哈。像多年呢，我有時間啊，面對台灣人來呀，很大研究哈，融入社會，或者盡量參加，同新加坡朋友哈交個朋友，所以啲融入社會。台灣美容2萬滿，第一個是美容，第二名是萬蘭，我講哎。是係做安樣嘅熱心，本鍾斯坦來到新加坡20年，還冇唔記得推廣當年族群、當年文化。鍾斯坦唔但將愛將台灣姊妹紹介本新加坡所有嘅人，還係希望透過社團活動，將客家姊妹推廣海外。一種參加社團嘅相片，係鍾斯坦老客家鄉親年度嘅最好表現，就係對客家師傅推廣嘅成功。客家新聞潘展路、田淑珍綜合報道。